大家好，我係何炳傑，今日再同大家分享神嘅話語。我想問下大家，你係點樣得聞福音、信耶穌嘅呢？邊一個係自己讀聖經嚟得聽福音嘅呢？邊一個係有親戚朋友向你傳講福音嘅呢？而信耶穌嘅呢？有邊個自己唔知道乜嘢原因走入教堂而得聽福音，從而信耶穌嘅？總結係我哋大多數嘅人都係神透過其他嘅人向我哋傳講福音，可能並唔係因此而信耶穌，佢係我哋接觸福音嘅開始，進而喺教堂、佈道會、個人讀經、個人佈道信耶穌。我思想下，其中有一個關鍵部分係傳福音嘅人，所以有人傳福音係好重要嘅。羅馬書第10章第13、第14節咁樣講，因為凡求告主名嘅，就必得救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聽見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沒有傳道的，怎能聽見呢？第15節，若沒有奉差遣，怎能傳道呢？如經上所記，報福音、傳喜信的人，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。這三節經文就清楚說明傳福音嘅重要性，並且講到我哋傳福音所作嘅事係何等佳美。好多基督徒對傳福音有個誤解，佢哋以為傳福音係牧師傳道嘅責任，唔關我嘅事，並且話我並沒有傳福音嘅恩賜，所以我唔傳福音。大家係唔係有以上傳福音嘅誤解呢？又或者大家唔知道應該點樣帶乜嘢人信耶穌，又或者唔知道用乜嘢方法？今日教會生活講道系列福音佈道，經文係約翰福音第1章35到51節，正好帶出我哋兩方面嘅教導。我哋祈禱，慈悲天父上帝，昔日你派你嘅使徒，派你嘅兒女去向人傳福音，而我哋今日敬聽你嘅教導，不但明白傳福音係我哋嘅責任，並且讓我哋從聖經學習傳福音嘅方法。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而求，阿門。首先，我哋傳福音嘅對象同埋責任，神賜俾屬於我哋嘅家人、親戚、朋友或者鄰居嘅目的係委託我哋將福音傳俾佢哋。我哋睇3段經文所講及3種人際嘅關係。第一種人際關係就係施洗約翰帶佢2個門徒信耶穌。約翰福音第1章36、37節，他見耶穌行走，就說：看啊，這是神的羔羊。2個門徒聽見他的話，就跟從了耶穌。第二種人際關係就係安德烈帶佢嘅兄弟西門信耶穌。約翰福音第1章40到41節，聽見約翰的話，跟從耶穌的那2個人，一個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佢先找着自己嘅哥哥西門，對他說：我們遇見彌賽亞了。第3種人際關係就係腓力帶佢嘅朋友拿但業信耶穌。約翰福音第1章45節，腓力找着拿但業對他說：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，我們遇見了，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。以上呢3種嘅人際關係，我哋好多人都有，我哋更有其他嘅關係，包括父母、子女、夫妻、同事、鄰居等等。
神使我哋與其他人有啲咁嘅關係嘅目的係乜嘢呢？其中一個目的係要我哋帶領佢哋信耶穌。我哋特別睇一睇第41節，經文話：他先找着自己嘅哥哥西門，對他說：我們遇見彌賽亞了。他係講安德烈，佢先找到自己嘅哥哥西門。希臘原文直譯就係佢先找着屬於佢嘅 his own 嘅兄弟，或者係佢擁有嘅兄弟西門。呢度好奇怪，聖經特別加多一個字，就係屬於他嘅 his own。中文譯得好。當譯得傳神一點嘅時候，就係西門係安德烈嘅。好似當我哋特別着重一啲我哋擁有嘅東西，我哋會講我嘅嘢，或者係呢件嘢係我嘅。呢節經文咁樣講有佢特別嘅意思。呢啲人，我哋嘅家人、親戚、朋友，都係神賜俾我哋嘅，係我哋嘅。神嘅目的唔係叫我哋擁有佢哋，因為係我哋嘅人，包括係同佢哋嘅關係或者物質方面。更加，神係特別叫我哋，因為佢係我哋嘅而傳福音俾佢哋，呢個係我哋嘅責任。所以經文講出安德烈帶屬於佢嘅兄弟彼得到耶穌跟前得救恩，呢個係安德烈嘅責任。其實亦都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嘅責任。神所賜給我哋屬於我哋嘅人，親嘅有家人親戚，疏嘅有朋友同事鄰居。神嘅目的就係把呢啲將福音傳俾佢哋嘅責任託付俾我哋。我哋係責無旁貸嘅，我哋唔好好嘅嘢就要，責任就唔要。好似我有時對我太太咁樣講嘅，當我女考第一或者得人稱讚，我就講：阿老婆你睇下，呢個係呢個女真係好嘢啦，十足似我一樣。當我女發脾氣或者俾人投訴，我就會講：老婆，你睇下你個女，十足你一樣。呢啲遺傳，我老婆就話：個女好嘅嘢就係你嘅，唔好嘅嘢就係我嘅。我哋對於神賜俾我哋屬於我哋嘅人，係咪只有佢哋嘅好處，例如金錢啊、名譽、地位啊，或者有錢帶俾我哋嘅好處，好似請我哋食飯，我哋就要傳福音俾佢哋嘅責任，我哋就唔要呢？請唔好忘記我哋嘅責任係將福音傳俾屬於我哋嘅人。大家可以做一個依家一個嘅功課，睇一睇究竟我哋有邊一個屬於我而未信嘅人，係神委託我將福音傳俾佢嘅呢？我哋有咗對象，我哋要行動。但好多人話，我都唔知從何入手，點樣傳福音。感謝主，今日嘅經文不單係向我哋講出我哋傳福音嘅責任同埋對象，亦都教導我哋3個有效傳福音嘅方法。3個係以英文字母 S 開始嘅動詞。第二大點就係3個有效嘅傳福音方法。第一個就係看見 See， 我哋要邀請人看見耶穌嘅生活，係藉着我哋活出基督嘅樣式。約翰福音第1章35到39節。再次日，約翰同2個門徒站在那裏，他看見耶穌行走，就說：看啊，這是神的羔羊。2個門徒聽見他的話，就跟從了耶穌。耶穌轉過身來，看見他們跟着，就問他們說：你們要什麼？他們說：拉比，在哪裏住？耶穌說：你們來看。他們就去看他在哪裏住。
這一天便與他同住。那時約有申正了。喺經文中，大家有冇留意有一個動詞出現咗好多次，就係看見呢個字。36節當約翰看見耶穌，就叫門徒看耶穌。38節耶穌看見他們。39節耶穌又叫他們來看了，看下自己在哪裏住。他們看了，便與耶穌同住。看呢個字或者字義差唔多嘅字，共喺短短幾節經文出現咗5次。所以第一個傳福音方法就係看見 see。我哋要邀請人看見耶穌嘅生活，係藉着我哋活出基督嘅樣式。當耶穌問呢兩個門徒：你哋要乜嘢？佢哋就話：拉比在哪裏住？耶穌就讓佢哋睇下佢嘅住處嚟找答案。門徒問耶穌喺邊度住，其實就係要睇下同埋知道耶穌嘅生活，佢嘅言行舉止。看一個人嘅言行舉止，就可以知道佢嘅為人、佢嘅生命、佢嘅一切。當看過之後，耶穌言行舉止就深深嘅吸引住呢兩個嘅門徒。於是佢哋離開自己嘅師傅施洗約翰，轉而跟隨耶穌。耶穌現在已經喺天上，喺天父嘅右邊坐下。我哋現在點樣邀請人睇耶穌嘅生活呢？答案就係要藉着我哋活出基督嘅樣式，讓人看到我哋嘅生活嚟看耶穌。我哋每一個耶穌嘅門徒都係耶穌基督嘅使者，代表主耶穌向世人發出愛嘅呼喚。一個外國嘅使節，佢嘅言行就係代表佢嘅國家，而我哋嘅生活就係代表我哋嘅主耶穌。我哋不但要唔好失禮我哋嘅主，並且要喺我哋嘅生活中活出基督嘅樣式。使徒行傳第1章第8節咁樣講：我嘅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得着能力，並要在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。請留意最後所講嘅作我嘅見證，並唔係叫我哋用口講見證。當然我哋用話語見證神係必須嘅，但作我嘅見證，見證係一個嘅名詞，係一個 noun。我哋自己就係耶穌嘅見證，我哋嘅生活就係耶穌活生生嘅見證。我哋讓人看見我哋嘅生活，一個活出基督樣式嘅生活，就係最有效傳福音嘅方法。好，今日講到此為止，喺下次會同大家繼續分享教會生活講道系列福音報道嘅2。多謝各位，再見。